国内头一只电子产品侦测犬今仔日对外公开，伊目前已经有3届刑案搜索取证过的经验啊。未来咱台湾敢会当靠家己培训出一款警犬呢？警方表示，目前是还无规划。警方强烈压制，互人靠掉的查某人坐伫涂骹边啊，警犬出动，一直骗东骗西找证据。有反应。你把平板拿出来。 犯罪现场所在查到平房电脑，国内有头一只电子产品侦测犬，一只拉布拉多 Waver 专门侦测数位证据，而拉伫台湾头一届公开。 We cannot detect the odor that is emitting from everybody here has a cell phone. Everybody, so this odor is everywhere. So we need this dog to focus to smell this very faint odor. So yeah, we will withhold food, and they want that food so bad that they can focus their scent to detect this. Waver 去年8月早入来咱台湾，由美国非营利组织捐赠。 半年外以来，已经投入3届重大刑案的搜查。工作前袂使食物件，保持鼻仔卡的阵内，透过片化学毒料、3苯基氧化磷，伫犯罪现场找出有创关键的3C证据。如果说真的有需要的话，请他们再做第2次的捐赠。他比较有这个先进的这个想法，他们的培训也比较有经验。过去的台湾的这些训练呢，没有针对这一个的部分在做训练。2岁的 Waver 敢若听英语指令，至少有当工作5年，上久到8年。不过，这种的警犬亚洲真少，除了伫台湾以外，敢若泰国、马来西亚，甚至会当自主培训。警方表示，若做有这类警犬的需求，会甲美方接洽，争取后一波捐赠。记者综合报道。